Chandler 今年其實就係舊星加一堆新星嘅一個轉屆嘅一個世界盃，其實都幾特別嘅，因為有好多已經踢咗好多屆世界盃啦，有啲就係 up and coming，大家都會好期待有好表現嘅新星。你又會覺得我哋喺呢一個轉屆嘅壓力底下，佢哋點樣應付呢啲嘅比賽咧？其實咧嗱，我講真，由66年世界盃睇啊，即係話你而家66年英國攞冠軍到而家一個甲子係60年，未試過一年會咁大嘅分歧嘅嗰啲年紀，10幾歲嘅球王又有話球王啦，叫做40幾歲嘅球王又有。咁所以咧，我睇到咧有兩樣嘢咧。第一咧就話而家人嘅健康係好咗，可能識保養身體啊，個運動嘅醫學又昌明咗，球員嘅壽命長咗。你睇下 C 朗啊、美斯，C 朗過咗40添啦，美斯都30到問噶啦，仲可以即係做 captain 帶兩隊勁嘢入去世界盃。咁咧就我會覺得咧，後生嘅同上咗年紀一齊踢一隊波咧，有好有唔好嘅。第一，如果我成日都講有啲後生叫大頭啊嘛，即係覺得哇，我咁後生已經出嚟啦，咁梗係好勁啦。有啲老人家行埋一邊咧，咁樣嘅有啲。但係咧，佢哋忘記咗一樣嘢咧，喺球場除咗啲好波、體力，仲有經驗同埋個心理質素緊要。佢哋打咗美斯同C朗26屆喎，20幾年喎。你廿碼或者新嗰啲1年都未踢過喎，咁你變咗即係個經驗同埋個心理質素係有唔同嘅，所以呢屆真係值得我哋拭目以待，睇下啲即係年長嘅球星同埋啲後生嘅點樣比拼法啦。我自己咧就會都幾期待睇下呢啲嘅球星咧點樣去應付嗰種全國嘅壓力啊，尤其是而家 social media 太盛行啦，有時即係唔好講球星或者明星啊，可能普通一個市民寫一條 thread 咧都可能有機會會爆紅嘅，咁所以每一個球星可能佢會覺得啊，我喺世界盃每一分鐘每一秒咧做嘅每一樣嘢都會無限被放大，其實個壓力都真係好大。我哋都可以借鏡點樣去學習咯，特別係譬如 C 朗、美斯咁啦，每一屆啲人都會話：哇，你哋兩個鬥生鬥死啊！究竟今屆邊個贏啊？最後一個微表情可能都會俾人捉住嚟講啦。我有見過一啲訪問，就係有啲球員就話其實佢哋點樣去應對呢啲壓力，就係佢真係好專注喺嗰個過程，就係講緊佢哋嘅目標就係嗰90分鐘啦，佢都唔理之後嘅結果係點，佢就專注喺嗰個過程入邊啦。另外咧，有好多球員都會分享佢有一啲比賽前有啲儀式。